歡迎嚟到飛躍遊樂園。上一集我就同大家講咗有醫保同冇醫保嘅分別啦。今集我哋同大家講下如何精明去揀醫保。係啦，喺人生唔同嘅階段咧，選擇醫保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嘅喎。係啦，Ben，作為社會新鮮人嘅你又會點樣去揀醫保呢？作為社會新鮮人嘅我哋，通常最主要考慮嘅當然係保費啦。保費平就係基本，通常我哋會揀標準嘅計劃，提供基本嘅住院保障就可以啦。咁 Mandy，你又會點選擇啊？咁我咧已經組織咗家庭啦，又有小朋友，當然咧追求翻舒適同埋保障比較全面嘅。喺靈活計劃裏邊咧比較彈性，可以揀翻房型啦，同埋選擇翻一個超額嘅保障。已經有公司醫保嘅人咧，我都會建議佢哋選擇翻高端醫療作為一個組合嚟到互補不足嘅。咁可以揀翻個墊底費係15,000或者30,000蚊嘅計劃。假若入院之後要申請賠償嘅話，首先就 claim 翻公司嗰張醫保單啦，其後就由自己嗰張高端醫療單去獲得全數嘅賠付嘅。咁樣自己咧就可以用一個低廉嘅保費得到一個高額嘅賠償，用嚟應付重大嘅手術，又或者嚴重疾病治療嘅開支㗎。其實啦，咩嘅年齡層嘅人都要考慮個人嘅狀況、年齡、健康狀況、過往嘅病史、個人習慣嘅醫院、公營定私營，同埋家庭成員嘅需求。作為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去選擇醫療保障，最重要有5點。第一，設定預算，要平衡保費與保障，避免過度節省導致保障不足。第二，比對保障範圍，喺住院方面可以比較返病房級別、手術費、麻醉費等等，門診係咪包括在內，有冇限次數或者限額，日間手術、癌症治療、精神科、體檢都要做個比較㗎。留意地區限制，例如係咪保障全球或者大中華等等。第三，自付額，即係墊底費嘅取捨。自付額越高，保費會越低。可以揀零自付費、1萬或者2萬自付費等等，根據自身承受能力選擇。第四，確認續保與穩定性，優先選保證續保，留意保費調整機制同埋公司嘅財務實力。第五，額外加分項，冇索償折扣、家庭投保優惠、網絡醫院覆蓋、賠付流程效率、客戶服務質素，呢幾項都好重要㗎。備慳提醒，物只睇保費，低價咧可能嘅保障不足，或者有隱藏一啲限制喎。細讀保障條款，特別注意不保事項，例如美容手術啦、牙科、部分嘅已患有嘅疾病，區分醫療同危疾嘅保障。咁醫療嘅保險咧就實報實銷嘅，危疾嘅保障咧就一次過賠償。咁兩者嘅性質咧就有唔同嘅，可以互補不足。第四，申報健康狀況，隱瞞病史有機會賠唔到㗎。其實咧，自願醫保政府咧有個基礎嘅框架嘅，投保時未知的已有嘅疾病，投保時自己係唔知道嘅未有病徵已有嘅疾病，自願醫保喺保單生效後第1年或者第2年起開始提供部分或全部嘅保障。第二，訂明診斷成像檢測，包括 CT、MRI、PET scan 掃描嘅檢查。自願醫保通常都設有一啲賠償限額嘅，例如自付費30% 啦，或者年度本身都有個限額嘅。3、先天性疾病治療，
保障範圍包括年滿8歲或以後出現或確診嘅先天性疾病。第4，日間手術，無需要住院過夜嘅手術，如內窺鏡啦、白內障等，自願醫保會按照保單嘅限額賠償。第5，定名非手術癌症嘅治療，保障化療啦、電療啦、標靶啦、免疫治療、非入侵性嘅癌症嘅治療，通常都設有每年或者終身嘅限額㗎。第6，在本港醫院進行的精神科治療，如果因情緒或者精神問題要喺香港醫院住院，都有得賠。通常1年有上限嘅，例如3萬至4萬蚊。第7，稅務扣除，買咗自願醫保嘅保費呢，可以用嚟扣稅嘅。每個人每1年最多係扣8000蚊，自己幫屋企人買都可以嘅。例如一家4口就有32000蚊可以用嚟扣稅啦。最後啦，俾翻個建議俾大家嘅，其實咧喺人生嘅唔同階段，結婚、生小朋友、退休等等，都需要去定期檢視自己個健康保障。如果大家想成為一個精明嘅消費者，我就要根據翻你嘅健康狀況，你常用嘅醫院類型，例如公立啦、私立啦，幫你快速篩選一啲適合你嘅計劃。有需要嘅話就留言 PM 我啦。下集見，拜拜。拜拜。